叫，你换来这边啊！你下班你都嘛该啦！你来接电话，你嘛较客气的哦。你是妈来哦。你讲啥听无啦？佢家已經扮xong佢俾你，今晚你唔同人講咯。佢家已經同嘢好事啊。是哦。你把啦。唔係啦，我懷孕啦了。他怎么了？老师。好，OK。哦，刚刚起来就当呢。来。Yeah。好好好。先讲好嘛，好。过来哦，师傅。哦。我下班了哈，那无代志，我来走。好啊，顺行。我是来走。我嘛差不多啊。小，小，等你嘞，还对你懂事。哪年啦？就给你啊，你演，又爱顾谁凶诶？你迄摆做唔错不可爱啊？迄个有无人入来？窗户门关底。有嘢东西，佢有小貓嘅毛。今日本了办送到迄毛。叫我嘅好欠的啊！公婆叫我送去台边打标。总好啊！老人讲过，有现金无办上来，也心就会暗呢。我打下，你欠呢唔係佢辦上來，係騙啊！我冇骗你，我迄唔係用啊！就算唔係騙愛，唔係難定愛啊！你做乜咁本來可能呢？佢竟然叫我係聰明，唔點解要伊咁嘅冇？你要尊重我咪啊！這樣事，我講唔出在，也很艱苦。這樣事我實在冇辦法，天天老人講。冇關係啦。今日就辦送來啊！係電到去感謝佢，讓我哋做決定。
喪失安啊，愛團團唔平。也愛啲，愛聽愛成人講的，就算當時想唔出嘛嘅跌動嘅法，其實你冇嘛嘅跌動嘅法，唔講唔好應該依附愛。自從喺台北，俺拄好又拄到，俺的情緒冇強用。故說不管乜嘅事情，俺都唔會慢定。啲片人看起來，俺兩煞聽咗係本人講法，就係因為俺，俺對你特別坦白。騙人可能唔信，不過唔應該依附愛。佢用什麼有講過？未來嘅事情可能冇辦法像人想嘅，就係你未來嘅。應該比任何相愛的人還較真心，還較真相。我係無硬闖，當初講好叫我扮演啊，結果一演再演，演都冇去。我嚟講，兄弟，愛乖乖愛啊！冇關係啦，愛佢，我冇想辦呢。全部都係為咗生人嚟，尤其係師兄嚟。你這樣看。本來我今日就聊天南部，我今日就搬上來。喺香港，等10年較太大位，將來打算。仲係冇想到，我這位媽媽風搬上來。巧。我兩敬愛，我冇想愛辜負，我想愛兄。一種花，輕牙嘅毛，花多一半，算嘛你？我嘅睇法唔睇，就看我。
你妈妈个？那时候你上来拄人家的，有影，老细呢就没无聊的。乱事情。就算做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嘛？经验？混开怎么经验啊？也较贵家人就迄穷下记嘛个念哦。你干呢？有人过啦。哎，注意到位哦，夜晚出去买哦，莫得到哦。抹面包。也迄垃圾咯，做咧弹音乐，俺搞人家都用用。也迄四天水，天使某天做的我，也迄开关，也都他。还好汤哦。来拿，来拿。爸爸，哎，要下马嘎。个牌子，Lucky 幸福牌。要不然你是人讲的。嘿啊，要两个半真的啦，不过还忙当女儿啦。错啦，阿春诶，唔听讲因做咧卖刀的女儿嘅布嘛，迄讲有人生嘅布啊，免卖刀的啦。平常哦，布sản夫咩用到啊？俺布条上班咧夹白鸡，尤其下件布条啦。真劲哦！俺唔知哦，台北嘅布店，包装下有乜解无通用嘅？它太甜了。哎呀，我去水母的哦。去水母啦，无通讲的嘛。
这生日的东西哦，买差不多的，等下晚买赢的。太子，唔好再讲买啦，我又冇欠乜嘅。哎呦，一都市就冇必乡下，嚟到台北就要打扮，给老生嘅买鞋，諗乜嚟？我都懂干車嘅啊。这就冇嘛嘅。懂分，懂好食咧。系啊，係啊，好好好，交给你来哦。，嘿，遐济遐济3碗啦。哦，你等下当份3碗。嘿嘿，而且嘛，呀，哦，睇我講吼，哈，豆乾啦，哦好，滷蛋啦，老两，叫粉腸嘛，嗯好，粉蛋啦，好，水来，遐济。多謝。咁也得空下食下。等下吼，我來給偉棠買廿化妝品。唔是啦，太子，我夜下又冇出去做事，喊爸爸搶到地做廚師，花嘛個種咯。哎呦，我哋唔好化妝，唔過洗乜嘢哦？啊，買幾個古蹟美麗哦，佢最長呢，動物強樣哦。衝唔啱你。係啊，有獎冇？有獎冇？讲啊，我的嘛讲，哦，嘿，当好事的，安尼着。哎，好食好食，哎，嘿，当份水来哈。哦，多謝啊！來來來，來。太子啊，我堂講我三重不要俾動到洗好錢，我想去吃款的呀。哎呦，我按無限啊，個生意不卡顧好就好誒，我按你啦，都要唔熟。来，小，来，当份来啊，试看卖啊。搁一碗水来，好，是，多謝，來來來，唔使啦，怕麻喏唔，怕啦，來，安尼有辣冇？有啦。真誒，你歡喜冇？啊？仲唔得看啦，結結啦，看。你看咧啊，豆瓜除了你瞎呀，暖身暖心，暖谁来一个片？哦，這副應該看到很見笑哦，唔好淡冇入地哦，這他媽嘅貴東西啊！用嘅呢？仲唔得看啦？是哪轉去？好嘅啦，很巴圖吧？太子，佢阿川你來台北按救誒，佢有喺度有種地方，你想佢有以前佢條細妹嘛？嘿喲吼，睇到安全呢，你會安危險呢，金上去咩冇變來一批哦，係啊，講實話啦。怎麼解呢？唔好啦，阿川你唔好人嚟啦，阿蒙哥阿用嘅啦。佢條絲哦，我喺潛時間攞佢塗嘅，好本身人看到想埋嘅用嘅。係啦，塗貼。太子啊，唔想阿川你田老杯有細妹冇？用嘅呢，兩公婆發生乜事情呢？冇啦，佢就我來台北按救誒，佢就衰，佢就拄衰躺下咩，佢挨到就啊？我冇可能唔講啊！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哎，
今年你为什么会这样不卡塞啊？冇啦，主要我卡有錢啦，沒事當初。你冇做，你蠻瘋。主人講我卡有錢會奮鬥。馬衰嘛，你到點的做出水了。冇緊要啦，你有水飯。安子誰？你想要吃掉東西嗎？唔是啦，還是唔咯。你到幾歲啦？嚟坐一下。你冇去坐地叫我，俾我水啊！Oh, sing on tell, ni cảm kỹ thế mô. Oh, sing on tell, ni cảm kỹ thế mô. 阿珍啊，加洗啦，我要洗碗了。你要不要去上班的啦？我劳动是不用伫天内下，也免好面哩。加不用你来咯。穿啲毛表啊，尤其咧说咧，不用天内无卫生。无那好用咩？我听说学生诶，做你买一公开诶。够的啦，你要不要去上班的？快点回，拿一本入吧。红起来啦！快点回，加个提。爸爸，等下去了。爸爸兄爱去上班，让爱去地府看了。奶妈去3年地府卡，妈妈带姐姐去医院。系啊，我根本要对细小的做去医院啦，药还没死脱嘞。唔爱糖包，即刻了哦。好。阿珍呢？反正牙包存好，莫乱借哦。等我哦。奶妹爱做，晓得啦，哪晓得？是了啦。哪晓得啦？阿珍呢？阿珍呢？好了好了，我先试试啊！来来来。也是种了嘅一种，哦。来，再过下一遍，来。嘿，抬头不会抬，抬，好，小快快。阿珍呢？来，坐定坐定。妈妈问你哦，你要不要走顺走马街啊？
日本新呢，还有呢，教俺下诗，然后来动动诗，总两个高准个。好，杨侬啦，有乜个阿姨来请伢爸冇？冇。给有乜个阿姨哦，老伢爸讲法，哇，我讲到动听啊，有冇？也系哦，有乜个阿姨哦，你屁啦香香嗰種阿姨來嘛？也係啊，嘅化妝啊，化到動盤啊，唱嘅蠟筆啊，化到面紅紅啊，嗰種阿姨來嘛？冇，那有老爸爸聽書做事，老見本嚟動動心呢。唔聽講嘢哦，再個聽伢爸去上班哦。好啊，唔該注意看哦。好。阿珍，较急着诶，买做啊！爸爸，等来。来。今晡日来会是很难哦。大小姐。真的啊，我有讲过，心像你这片，长像你。今晡日爱会是进来见大把哦，下条路要离个物价进来进远哦。下台嘞。哎，今晡日爱会是。福跌路的福，意思是。爸爸，唔讲来下台，手做带本身呢。你遐搞哦，还向替恁爸爸分配哦。好算的啦，囡仔人分配嘛分无偌济啊。阿真啊，我毋是咧，表演哦，我表唔错诶。是讲这囡仔哦，捌离捌足紧。那安尼大汉吼，可以来邮局上班啊。阿真啊，阿爸讲唔太来邮局上班好无？好。全国年我教一本书，1、3年一本。不用去教室，就搬放给图书馆。继续教啊！我还用毛书。拢用的毛呢？阿叔诶，你楼档哦，老师也未请看定有冇？冇啦，漫画书做点嘛？漫画书做唔得的，可读我用买嘅啦。买，唔就地买啦，先去请看的啦。阿珍呀，我吃饭又做去哪呢？师兄哎，很强哦！师兄哎啊，亲像妈妈系嘛，晓得做裁缝，晓得做人工的，他哦就晓得做sản夫，错吗？好呀，师兄啊，先莫走诶，先去让妈妈洗菜。妈妈啊！妈妈去买酸吃甜甜做了啦，本爱啦，师兄哎，去让妈妈洗菜。师兄哎，去啊！俺去洗啦。你像雅思。师兄哎，去让妈妈洗菜。师兄哎，去。
计现洗还袂起啊，叽叽搞的。也迄洗毛会做个，洗上个，你嘛帮妈妈洗穿。去。妈。一红，桃红，落叶，晴雯，就叫晴雯吧。晴雯，坐下。哇塞啦，我咧惊着呢。我是花的小妹妹呀。赶紧啊，跟上啦，慢点叫。小朋友不可以来这边。做嘛该？你在讲啥？我听无啦。哦，莫对囡仔遮歹啦。哪有啦我？哦，你赶伊创啥啦？伊走来遮无一定是来遮考察家实习的啊。等伊大汉哦，无一定的。哦，我真正像你就嗨啊啦，真正的哦。走去大姨啊，遮细只就一个也无去。嗯。你的遮远，走，听无哟？隔壁的妹有一个森林哎。阿爹嘞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天哦，厝边囡仔啦，遮歹。你敢拦住我？天啊，看手哦，我入来哦。给迄嘛该？给迄天丝。天丝。嗯，同好看哦。吩咐过，什么人都不准进来。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要来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敢闯进我的房间？马不如奉了台大人的命，请你到衙门去一趟。喂，歹势，我借问一下，迄黄碧川先生敢有伫个？啊？无，我因朋友，你著甲讲朋友就好。拜托帮我看一下好无？啊？黄碧川先生无伫个啊？无啦，我因共乡啊，不要紧，我再去敲伊啦吼。无伫个，我找梁哥讲一下。梁哥，阮共乡今日还袂转来，我去附近借一下钱。啊，上个，阮伫恁遮已经查济啊。上个，你搁惊我选去哦？缀调，我随着转来啦。好啦，去啦。阿水，要爸爸帮忙转来啊？喊妈。兄弟，徛在我注意地位哦。阿叔，你转来了？我个事情。阿传的喊忙转来啊？喊忙啊？奇怪呢，今日无滴难被火红。
唔亲去做嘛个？等因讲出来，生因都饿死了。这只爱500。嘛个啊？只500，爱有啦，你爱无哈？阿嫂，爱有急用啦。急嘛个用啊？记住用啊！你要掉啊？电话吃饭咯。阿嫂，唔好心嘛呐。请无爱真夜条贵搞，送来台北，骗人送来台北，都系留爱天数下课诶，人家条都唔是，像错下人用诶。好用错，爱不考唔咩唔ดี呢？几多种做去吃饭啊？细兄的身体唔好，爱无钱啦。拜托啦，拜托，下阵日2姐就有诶啊，阿嫂，一条做嚟团圆好定啊！嘿呀，我迄啲呀哦，好定哦，乜个倒挂厝啊，都会穿这个什么的啦？你无妈你就偷笑的，还500个女，你那个按多钱啊？好啦，无爱食就好诶。老人讲哦，因感情后传来食哦，吃苦呢哦。爱知啦，阿嫂诶，等下爱本人打，看下只个最好。迟早应该水去救。哎，哎呦错，佮无啦。听讲因老爱天数，俺就讲。好啊！哎，天数嘛改。等下就对。200哦！用啊，冇哟，冇就好哟。哎啦！天天做来哦。哦。师兄啊，吃饭了。阿杨说。人哋后面你做零售，来台北咩做零售啊？韩国人拿船的，还去强下读书的呢。係啊。迄个哦，我做得做一次的应是阿传，有没有应是你啊？刚好有事报冇？正常讲法就好啊。嘛该啦。上面正常讲法就好个啦。唔对哦，我不考都考阿传的啊，我色彩哦又都会强哦。有嘛该？我上来台北哦，我吃到佢當奇怪呢。哎呦，我咪唔點我講啦，就迄老頭擺哦，切無強用啦。可能來都是為2年無鋼鐵，不過既然迄老頭擺強用，按上班按大兵啊。係哦，佢萬一哦叫馬個做唔錯嘅，你是係人嚟講哦，南美人哦就行行錯路哦。阿傳的呢？唔會啦。佢唔會嫖，唔會賭。哦，你話都唔要愛做乜嘅？我愛你做乜嘅啊？我問你啦。阿聰你田老波有什麼嘅冇？冇啦，上嘅冇啦。就算有哦，你咩唔會老愛講？就算有，咩冇話解好笑嘅。那一張廟嘅唔是傻，飛轉來就好嘅啦，唔是笑啦。你講阿聰你根本就冇咩。那个贵东西耶！哎，你人个价钱跟时间，唔会讲我人个天数哈？行啊！遐条吃，平地遐咩同事懂啊？该啊！你切饭挨哦。好啦。好聲浪聽，你敢記得我？阿妮，講乜嘅？
去迄嘛人啊？迄阵啊，也要亲唔到唔要要笑咧。你在创啥？舞龟无咧舞这哦。小丽哦，无啦，阮阿嫂就讲这无好啦。这领导哦，这是领导的哦。慢点，慢点。恁两个人是倒一个管区的哈？话切掉切掉，管区才来哦。无啦无啦，啊，阮阿嫂就规家伙拄搬来嘛，啊，这你就比较较无。比较安那？来，上来，你看，这吼是你写的，你画的呢，你袂记得吗？你当阵你毋是讲你足有才情的，足敖的，哈？即摆你讲啥歹看啊？骂人唔对哦，你也着提啊后做嘛甲囡仔看到是要安那哈？看到，囡仔看到，就互伊较早当大人。见笑，无见笑啦！啥没见笑啊？娘啊，你恰查某啦！我你看干嘛啊？你结婚嘛？什么啦？好，一透早两个人就安尼，互恁讲的拢对吼，讲的足好的，拢我唔对好无？好啦，你莫安尼，阮阿嫂就拄搬来咩？小查某！好啦，穿什么啦？小查某！八宝粥啦！阿嫂啊，小。对哦。这么怪有的啦，无骗啦。还要你骗数啊？不是啦，阿嫂，对啦。对啦。有人伫个无？黄碧川敢住伫遮哈？哎，有人叫阮送一点要倒吼，来互恁。要倒？下面床啊，要放倒哈。我先来用。无呢，我，歹势啦，我无买呢，无买嘿。一个黄啥物鞋，甲你有熟，讲要送互你入厝的。啊，你下个，我太子啦，有啦，有熟悉啦。这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。要放倒？别伫遮啦。好，来。谢你哦。好。为啥呢？ Thank you。 太子的身高含有。喂，啊哦，好了啦，要跳摆提啦，太过我买咧，好了，动弹，弟兄们，好了，跳摆提咧，太过我买动龟呢，按演出哦，来，吹。 啊
无？就水，我比伊个相已经搬走啊啦。安尼嘞，走。袂用啦，即马袂当出去啦。见啦，这摆红豆嘛无法度啊，我回钱就好啊。哎呦，你伫互伊钱，你要当时才通离开豆瓜厝哈？喂，迄唔要读书，迄无通倒，迄无，注意啦！迄个阿秋姐啊，阿叫英翁又搁来啊啦。来真好啊，人甲有嘛该关系？伊要甲囡仔带走，搁要来讨钱呢。根本唔讲人碍事情啊！拜托啦，互阮比者好无？冲唔得啦！嘿，哎，姐啊，做嘛啦？阿秋姐啊，顶解是我唔对，是你啦，歹势。我讲顶解唔免讲来干动动咩？讲人来做关顾做到恁遐去，呀哈呢？做人家不考做嘛咯？注意啦！阿秋姐啊，小丽。阿秋姐啊，我唔对，我唔好，我走。因老菪遮，好，后尾问叫我先来。嘿，你要就行迄走啦。西上阿珍诶，喊摆有冇分十分原因咯？是着讲，迄伫隔壁的阿姨啊。我打嘛诶，伊讲迄阿姨就真见迄阿姨嘿。我问关系啦。这间无唔对啦，内面有人在讲话。弄这间。西上啊，阿珍，你喺嘛嘢啊？你喺讲嘢？做嘛？阿叫人嘞？马街啊，也汤唔说啦。什么汤唔顺？我入来看就知啊啦。我这不是菜市啊哦。我是要找人呢，内面看者袂使。总唔得啦。人在一起就要分开，係拜託唔講嘢對好冇？原諒我好唔好？我會重新做條白手指頭。你唔知講唔好誒，冇咁樣誒。大佬見唔係破壞關係。朋友就朋友咩？喊過啊！唔喊過啊！台北老總下總係冇共用啦。一年落來，你好美麗，辛苦誒。愛國家，溫柔父子，望見天疆嘅線，愛恨疏紅嘅自由。愛公拋，永不愛意。愛公拋，記得路路好歸。台風一時間，天風高明。涼風一時間，愛會轉來。